兜率天宮慈心學院收藏咗大量嚟自西藏同埋尼泊爾嘅唐卡，呢啲唐卡有幸得到北頂法王果索仁波切嘅加持，令到呢啲唐卡更加法喜充滿，更具收藏價值。大家好，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安徽嘅九華山係地藏菩薩說法嘅道場呢？地藏菩薩嘅藏，佢嘅含義係有神秘啦、包容啦同埋含育嘅意思嘅，亦都係指地藏菩薩喺佢甚深嘅修為裏邊，能夠含育化導、引導眾生離苦得樂、止於至善。地藏菩薩代表住慈悲，代表住救拔。喺呢幅畫裏邊，我哋睇到一個非常祥和嘅紅色，跟紅色咧係代表吉祥嘅意思嘅。咁呢種紅色咧係一般係用朱砂啦，又或者珊瑚啦磨成粉。嗱，我哋喺佛像後邊咧睇到一條一條嘅金線，代表咗佛喺後邊放出嚟嘅光芒。呢個光芒亦都可以講係代表咗佛法，佛法無邊，光芒亦都無邊。呢啲光芒可以普及咗百方嘅眾生，令到大家可以得聞佛法嘅。喺地藏菩薩本願經中，佛告訴觀世音菩薩，喺將來世界中，如果有人渴望得到解脫，當佢見到地藏菩薩嘅佛像，又或者聽到地藏菩薩嘅名稱，佢衷心皈依並供養，呢個人就必然能夠心隨所願。佛陀仲告訴虛空藏菩薩，若有人見到地藏菩薩像或者地藏菩薩本願經朗誦並供養，就能夠得到28種益處。所以喺華人世界裏邊，會將娑婆世界度化眾生嘅釋迦牟尼佛、聞聲救苦嘅觀世音菩薩同誓願度盡眾生嘅地藏菩薩合稱娑婆三聖。好啦，喺菩薩嘅上方咧，我哋亦都睇到有4位唔同嘅佛像喺度。藍色嘅咧就代表係藥師佛啦，喺藥師佛嘅下方亦都係地藏菩薩嘅本尊，代表住慈悲，代表住捨己為人，立一個非常宏大嘅心願。喺主佛嘅左下方係六度母嘅佛像，六度母係傳說中喺觀世音菩薩右眼滴落嚟嘅一滴眼淚，佢代表咗慈悲，亦都代表咗幸福同吉祥嘅意思。今日嘅地藏菩薩唐卡，我哋就介紹到呢度。希望大家通過今期嘅介紹，可以感受到地藏菩薩捨己為人、慈悲為懷嘅宏大心願。